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快来到台东鹿野，在这边有一家包子专卖店，老板娘刘秋香，她把客家人最爱的高丽菜干、梅干菜干还有酸菜做成了内馅，外皮呢则是有客家人最熟悉的红曲或者是南瓜绿茶的口味。过程坚持手工制作，费时又费工。刘秋香一度想放弃，但是客人热烈的回响，才让她继续做下去。白烟迫不及待窜出，蒸熟的包子等着让客人品尝，香气弥漫四周。台东鹿野乡这家包子店老板娘刘秋香忙着分享产品，说起制作过程可是大费周章。有机器帮忙搅拌面粉，这一关还算轻松。洗过面团，让老面粉发酵，增加口感。下一个步骤擀面团可就不简单。个头娇小的刘秋香使尽全身的力气搓揉，接着再醒第二次面团，不怕等待，只怕包子走味。你如果说快速，像现在很多新鲜的那种酵母粉啊，快速的很快，你看着它长大。可是那种速成的东西，我们都知道，速成的东西口感不会那样好啦。包子皮里裹着满满馅料，这一锅有客家人最爱的高丽菜干、梅干菜、酸菜等多达8种的馅料。高丽菜干，你就用咧福菜啦、咸菜啦、木耳啦、跟公菜条啦、调包嘛，就个铺的啊。每天制作200多个包子，500个馒头，这数字不算多。刘秋香坚持手工，像机器做一定，我们想也知道，口感一定不会那样好，没有嚼劲。然后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真的是很好吃。时间到了，刘秋香不耽误，赶紧把蒸笼摆上锅。蒸煮时间21分，不能多，不能少。这过程的确费时又费工。刘秋香透露，她曾经想放弃。5点半开始弄线，弄到11点半左右，这时间很长啊。然后最主要我价钱我也不算高价位啊，我都很大家消费得起这样子嘛，很普通啊。所以说有时候想到做包子就很累啊。5颜6色的包子，粉红色的是客家人最熟悉的红曲，绿色代表绿茶，黄黄的这一颗是南瓜口味。外皮 Q 弹有嚼劲，内馅饱满扎实。刘秋香舍弃量产赚大钱的机会，坚持手工。她说，这大概和客家人的应景、肯吃苦的个性有关系吧。不用啦，这个是热腾腾的白烟还没消散，红曲的艳丽，绿茶的鲜活已经霸占目光。轻咬一口梅干菜的客家风味，演绎纯手工的客家坚持，品尝满满感动时刻。